今日我哋嚟講下荔灣區一條充滿傳奇色彩嘅路——龍津路。呢條路雖然唔算長，但係佢嘅故事咧可以追溯到去清代嗰陣時，甚至咧仲有個龍吐津嘅神話傳說啦。咁等我哋一齊行入呢條充滿西關風情嘅路街，睇下佢嘅前世今生啦。龍津路個名究竟點嚟呢？最奇幻嘅版本就係同一條龍騰有關。咁相傳喺清代嗰陣時，有個英國商人咧就去五仙觀度遊覽啦，見到一條枯藤吊住一個幾千斤重嘅大鐘，哇，覺得係寶物喎，咁就阿妙足公話啦，用鐵鏈嚟換咗佢。咁點知佢翻咗去洗嗰條藤嗰陣時咧，條藤竟然咧化龍飛天，仲唔小心吐咗啖口水，即係龍津喺西關呢個地方喎。咁從此咧呢度就叫做龍津路啦。咁當然，傳說始終都係傳說。咁跟住落嚟呢，我就嚟講下真正嘅歷史啦。咁喺清代嗰陣時，西關河涌縱橫，其中一條河涌呢，流經今日嘅蘆排巷、荔灣酒家附近。咁上面呢，就有座龍津橋啦，大約就喺而家龍津中路嘅位置。後嚟民國時期就填充開路，橋就冇咗啦，但係個名呢，就保留咗落嚟。1930年，政府正式擴建成馬路，就沿用龍津呢兩個字啦，分成龍津東、中、西三段。響60、70年代啊，龍津路曾經改名做向陽1路、2路、3路，直到1982年先恢復原名嘅咋。咁老一輩啲街坊可能仲記得呢一段歷史嘅。咁龍津路呢，全長就約2.3公里，由東到西就分咗3段，而每一段呢都有佢自己嘅特色㗎。咁龍津東路東起人民中，西至康王中，最出名嘅呢就係騎樓同埋老字號食肆啦。咁其中啦，最經典嘅有榮華樓，1876年開業，係廣州最後一家仍然有粵曲茶座嘅老茶樓。咁當年啊，成班中醫師朝早都喺度飲茶傾偈。咁而向群飯店呢，就有老廣門最愛嘅傳統粵菜啦。咁例如呢，招牌嘅蔥油雞、豉油旺鵝腸等等啦。沙灣薑撞奶有正宗嘅港式甜品，薑撞奶香滑暖胃。咁呢段路呢，騎樓保存得幾好㗎，行街嗰陣時可以留意下啲滿洲窗、灰塑等呢啲嶺南建築細節。龍津中路響康王路同埋華貴路之間，最威水嘅歷史就係中醫街。抗戰勝利之後，原本聚集喺陝基、洞神坊嘅中醫師，紛紛都搬晒過嚟呢度，形成咗新嘅中醫街。咁當其時最出名嘅就有婦科聖手高健白、內科名醫杜明超、杜維文兩兄弟、兒科專家陳任梅。咁嗰陣時街坊仲流傳住一句話：一蒿撐兩道，威震龍津路。講嘅就係杜氏兄弟同高健白呢幾位名醫。由華貴路到荔灣湖公園之間呢，就係龍津西路啦。咁呢度嘅氛圍就更加之悠閒，充滿老西關嘅生活氣息。咁呢度嘅荔灣湖公園呢，就係廣州4大人工湖之一，晨運、唱粵劇、遊船樣樣齊啊！咁啊，附近呢仲有好多泮塘五秀等傳統嘅西關美食。西關大屋呢，雖然呢就冇上下九咁集中，但係偶然之間都會見到呢保存完好嘅青磚鑊耳屋。咁行至而家嘅龍津路，雖然冇咗北京路上下九咁商業化，但正因為咁樣，反而保留咗更真實嘅廣州生活氣息。